世界萬行台，攏佇咱台灣新眼界。觀眾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吳平晴。今仔唔是要來去福豬啊。雖然啊，最近啊有較敏感，但是我相信啊，台灣會當處理得好，非洲豬隻會當來過去，會當繼續吼，咱三無吼，無口蹄疫，無這傳統豬隻，啊嘛無非洲豬隻。今日要帶你來遮來看，會當出國比賽的豬哦。這是吼一間台灣歷史悠久頭一場的豬的這個加工品的食品廠，而且吼人伊哦最先進的物件，規廠來引進，會使講是這個豬界的大節點哦。這是安怎一回事？來，帶咱這隻豬來看覓咯。哦，來個遮，咱要來入廚房，要來灶骹。這是什麼所在？這台北的食麵的這個廠吼，專門咧做食麵的所在。但是嘛是愛做啊安尼，叫我換衫，哦，夠搞工的啦。這安尼穿落吼，我說，恁敢會認得我？啊，董事長呢？董事長呢？董事長你好，歡迎。恁家哪會遮搞工啦？個換到安尼，啊，你話規身軀攏紅了誒。對啊，換一個衫。我頭前一樓梯來行行，清氣溜溜呢。謝謝。啊，這樣恁就真寒，這個頭溫度頭幾度？咱內底是攏掠咧12度、13度安尼啊。12度、13度。是。好佳哉。啊，咱入去。好，來我甲你安內一下。好，啊我安尼換位啊，嘿，咱換位啊來入去。哦，這是安怎落來安尼創甲安尼食麵，唔是講這溫度啊，恁種自動包裝安尼就好啊，咱落來做甲安尼才能白舊舊安尼。為阮當初在起這場的時候，就是為了要外銷日本，所以咱有咱的現場啊，咱的一個規結構環境規攏是愛。甲這符合日本外銷的這個規則，是攏愛做伙共鬥陣的。就是日本人來要求的。是，就是講像咱的人嘛好，還是講這咱的貨物啦吼，啊內底氣流，咱這生區、熟區規攏是分開的。我都分開，對，攏愛分開。是，啊，咱遮的消毒，來消毒。這愛人愛入去哦。來，請你。這清水池。是，這個是消毒池，是。哦，擱次氯酸鈉，擱打落去，啊，刷落來，一直行就對啊。啊，一直行。行來個這，啊，擱水，哎，啊，擱滷哦。啊，用倒一個先開始，這樣。安尼，啊這，啊。手感應，20秒，愛滷哦，愛滷，哦，真假芳來愛滷哦，嘿對，咱先用3枚洗一個手，啊，較等下來用這酒精來滷咱的。我搞工的啦，安尼哦，嘿，安尼滷干安尼敢對？對，無問題，對。哦，哎呦，你嘛小等的哦，哎呦喂，安尼阮囝以後嘛叫伊安尼來滷哦。哦，啊刷來，擱安水。對，啊，敢若咱用了3枚，擱用3枚。對，擱滷一擺。對。哦，我查定數唔對呢。是，喂。哦，先滷過，啊，再來殺文。是。哦。20秒，安尼我洗到差不多40秒，啊，毋就敢若要手出棒同款呢。這一定愛啊！要入去手出棒啊！驚人呢！啊，煞來手要安怎打？咱較等入去的時候會先過這烘手機加酒精，啊，咱入去前咱先甲身軀的這灰塵甲滷的。對。好安尼哦。對，來後邊我甲你用這。哦，當時你替我服務呢，哇，實在。
哦，來，感謝。落行手咯，咱用迄台是，用這台行手啊。是。這吼，放落去，袂假去吼。大到牆頭還夠強呢。不燒好哦。哦，迄肉呢，好滑強呢，還會使啊？會使。啊，咱再來用酒精來消毒。用酒精。是。來，過一擺。對。來，我來抓。啊，伊遮是咱是安尼吼，你酒精你無噴，伊這個門袂開，所以咱即擺用酒精了，伊遮個會咧聯動講好，會使入來啊。哦，無噴酒精是無互你過。是，啊，咱攏無去摸着這門哦，咱那用感應式的，來在下。這差不多幾秒？這差不多要30秒。30秒。是。啊，佫補一擺。要緊，咱先愛先出來。來。啊，咱這主要目的就是講，禮拜現場以前愛甲身軀的這灰塵啊、毛屑規個噴掉。是。哦。啊，咱禮拜現場也是攏同款，為你聞傷多，就有可能會造成講。污染源，你帶去別個所在啦，所以咱佇咧現場內底攏是用這感應式的門才會開。哦。哦。這是咱賣皮卡掛骨的，是這掛骨的。然後咱家就是咱大條的包裝式。包裝式哈。阮所有的產品都是用這包裝式出來的。但是有的部分是人工，有的是機器來自動來落地。對，咱有的物件會使讓伊自動化，就用自動化來做。啊，有的講剩有的掛具啊，是講你要去稱這個定量無共的時陣啊，就較用人工。啊，剩咱這個塗骹是安尼。對，大家會使看到咱的塗骹，這是黃色。黃色吼，就是代表咱的首區啊。哦。用色地來代表，黃色的就是色的。是，啊，看阮的同仁，大家攏穿這 pink 的有無？嘿，這粉藍色就是講社區的人攏穿粉藍色。啊，咱主管咧看就知哦，你敢有走唔對所在，還是講人客來看，看者就知講，這是無有對。哦，所以我姓吳，我就是色的啦。是。啊，像咱這個空間吼，阮規個這壁，還是講咱這天花板、屏風啊，這規個攏是用這不鏽鋼來做。啊，啥那要安尼？這不鏽鋼是真貴啦，不過就是講佇好清潔上就好用的。但一般印象當中攏用泰魯呢。泰魯是對，泰魯嘛真濟啊，不過用泰魯吼，就是講愛去打嘛。愛去打啊有芳，對有芳啊有當時啊芳內底靠一些雜物那個較歹用。哦，所以也有這個作用就對啦。啊，那用這不鏽鋼就是講規片，要清潔嘛好，啊伊嘛袂生鏽。啊，內底嘛較袂講有一寡泰戈米卡佇內底有無看到。哦，是。哦，這作業不只人做呢喏。是。咱遮包裝的嘛是用人愛用上濟啦，就是講除了咱這塊白以外吼，自動化你一層攏愛經過這 X 光甲清潔機，才會留到咱的倉庫去。哦，這美國是狗呢。這是阮的小熱狗。哦。咱這台設備吼，這是敢若阮工廠有的啦。這是伊在檢測講咱的熱狗，還是講咱的香腸內底，敢有一寡異物。所謂異物就是講像豬毛、
哎，也是講加減嘛有當是脆骨，脆骨嘛有，豬毛也是講有誒筋較厚、較歹咬着。啊，普通你如果經過 X 光機加鏡檢機 ，X 光機有當下把掠無啦。哦，所以迄等於來遮濟回靈機哦。是咱底下洗物件安尼，翕一下洗出來了後，才會到咱的包裝了。哦。啊，包裝了，加過 X 光機加鏡檢機，可以的這風險降到最低。哦，是。過這 X 光機哦。第二天阮愛過2遍甲對啦。哦。哦，連熱狗還坐這個 X 光機哦。哦。這就是咱的連續式包裝機。啊，這無合格是倒位咧無合格？有的像講燒啊，還是講有斷去啊，這都叫做無合格。哦。對。啊，這嘛是，咱做食品的吼，嘛是愛較嚴格規範來看這物件，無消費者。看伊的品相啦對啦，有的講伊是好物件，不過就是講佇個視覺上面無好。NG 的啦是啊。哦，所以嘛愛人工就去看一擺。是啊。當時聽是。伊這台是啥物？這台吼是，咱品管在用的一個品管機，這就是講，阮大家阮產品在生產的時陣啊，咱看講，今日在生產的產品也製造日期，幾點幾時生產出來。哦。啊，把伊看講，伊這個原物料是伊的國別啊，是講伊是用倒幾批的肉來做。哦，頂頭攏有記載。攏有記載，啊，講頂頭陣嘛是有講，伊這個重量剛好攏符合咱出口，咱。會當算講哦，這批99%，啊，這批98%安尼。對，就是愛抓嘛。因為講咱做食品，驚講消費者買入，啊，你唔知伊的源頭是有啥物有倒位來。哦，這生產利率嘛是佇遮。是。哦。啊，古早是傳統攏用手咧記載。啊，不過記這就是講吼，你有筆有可能就是一個義務的。啊，個來講你的紙，其實即馬大家都講求環保嘛。無錯。會使少紙化，是愈少愈好。對。這是倒位？這間是咱的分切式。分切，阮排序所有要切片的產品，攏佇個這間處理。哦，這大條的。啊，剩這吼是還未切的哈姆，甲未切的培孔啊、培根啦。好。啊，啥物要先考人家，就是講，咱隔壁迄間是叫做表面凍結式啦，就是講互伊表面安尼較冰、較甜、較甜了，對，咱甲刷來遮開始切。這差不多溫度幾度啊？咱遮吼，阮遮弄出來14度以下。有掛着哦，13.8呢，哦，無怪呢，打輪順起來呢，這就是愛切了後，人工摕來分裝。咱遮切了後，先甲伊擺好水水的啊，擺好水水的了，去後壁要放了拄仔咱看到的這自動包裝機會較好放。就免講底下擱愛稱重，擱愛提幾個，你會使降低就。哦，所以阿伯你需要人力成本。雖然機器是機器，但是愛人工來看。對，是。啊，一寡較歹的拍落來。先甲伊檢檢的，啊後壁有的看到無注意。哦，伊個背安尼。是。啊，雖然講即馬是吼，就是講自動化就做，擱啥喏咱擱愛用人工較爾濟，一個主要理由就是講，咱台條吼產品就多啦。咱一個月會使生產300幾種產品，300幾種。是，所以即馬看到在切哈姆，如果後擺來就會切別的商品。哦，所以無一定，一項機械一個生產線，攏有當適應，所以嘛是愛部分愛人工。對，啊，就看講阮工廠有啥物設備，阮就來做啥物樣的。啊，你才有通多元化。對。哦，就是這個原因哦。是。安尼嘛較頂真呢。對啊，安尼嘛講會使降低這個失誤率啦。好。啊，迄邊就是自動包裝咯。對，這是自動包裝。我嘛順便甲介紹一下，這支吼是咱的高級火腿。這支產品呢是阮公司今年58年，是公司成立的時陣就有的產品。伊叫做Takasaki哈姆。啊，因為古早阮是甲Takasaki鬥陣投資來着。所以這個技術，阮就留啊真嘛，這比較古早是攏同款。哦。不過古早阮是賣龜料的，啊龜料就。對，恁知咧龜啊，啊厝裡食袂起啊。對，就是因為安尼，啊即馬消費者的心思嘛攏在變啊嘛，所以阮就家己做安尼，一人份小包裝，
啊，今日暗時要煮菜，要都開一包啊，都會使吃。哦，塔卡薩也這支啊？對，就是這支。哦。就是這支。哦，這塔卡薩去啦。對。啊，像阮這個產品啦，阮頂頭弄這 QR code， 你消費者登去掃就會使看講你這批物件是當時生產的。啊，就甲拄啊，咱的品管人員有無？伊系統上會做連接。哦，伊他看就是佇遮啦。是，就會使弄了就講，阮這包哈姆是當時生產。恁的煙圈哪有迄個這個色啊？這是啥物物件？我昨天這是熱狗。啊，這是狗哦。對。熱狗好豆腐啊，熱狗。啊，這無要咱，無要咱摕起來。這就是像咱早餐有無食迄小熱狗啊，是咱便利商店內底底下咧洗，就是這啦。啊，家己手個套起來。對，伊這頂頭這叫做纖維腸衣。纖維腸衣哦。是，所以伊這食起來哦，外口甲無講一聲，有一個殼。有一個膜佇的。對。啊，免安尼呸安尼。對，袂，這袂當食的，所以咱會經過這細皮來甲伊這腸衣給破開。這個給啊鬆就燙起來。啊，伊這速度吼是甲子彈同款的，飄就緊。這個煙圈的脫衣舞啦，吼，咱來看賣一個吼。哎呦，很快啊！當水長，現在夠較寒啊。因為這咱是一個理貨倉啦，啊，咱這理貨倉出貨以前，阮的產品會做一個叫做 IQF。IQF 什麼意思？就是咱的急速冷凍的意思。哦，急速冷凍哦。是，所以咱的產品有頂頭咱都要看到這包裝裝箱了，也來咱的這個輸送帶。啊，所以會使看到這邊就是講輸送帶安尼，伊喺內底洗1點鐘。啊，到出來，伊就變講伊的產品是規個攏是解凍的狀況。哦，當面喺內面洗1點鐘。是。啊，超過幾度？-就是-35度啦。哇，怪哦，35.9哦。是。哦。啊，用這技術冷凍，就是講咱產品做好了，啊，在上短時間內底。先拍裡冷凍着。對，會伊迄個鮮度甲會鎖佇個內底。哦，啊嘛袂迄個冰晶佇是，內底冰晶就會減得少少。像所謂冰晶就是講哦，像咱哈姆有無？可能有的切開內底有空，迄就是冰晶啊。啊，咱即馬咱用這細皮料，就內底攏無這。啊，口感嘛較好。口感較好，會較結實，會較這較軟 Q。這我會當哦，小講者，這細胞壁吼，內面嘛有水嘛。是。啊，你若無這個急速冷凍了，迄水會走出來。是。走出來就破空，破空口感就歹，啊泡。是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專業，對。哦，對，我過來，當時對他甲我講。這就是專業。哦，這35.9，啊，就是安尼哦。啊，可是安尼洗。洗1點鐘啊。哦。你看哦，這啊，這個創啥你知道？這就是拍入冷宮啊。這下骹吼，急速冷凍啊！這急速冷凍咱睇看，35度以下啦，啊，這拍入冷宮，安尼哦，才有通完全無這個冰凍。啊，小等咱要來看迄個青，對，啊青伊佫無共款哦，無共款。因為咱這燒的會使講吼是乾淨的狀態啦，無啥物菌，所以咱在洗的時陣一定要有熟區行去生區。哦，是。生區還未煮嘛，所以有可能有一些菌佇內底，我們就袂使有生區行來熟區安尼。哦，所以咱即馬繼續對熟的行來青。原物料進來，啊，先把它做打碼，小成細肉之後呢，再到旁邊去做細切。把它打成像肉泥一樣的，然後再來把它沖甜，蒸煮，蒸熟後再來把它這個脫腸衣，然後呢包裝，這樣整體流程是。攏袂離開家就對了啦。袂，攏佇這條內底洗散。哦，這個傳說當中吼，一隻豬走入去，它出來變一條是煙圈。哦，差不多意思。差不多意思吧啦吼。啊，這個原物料，啊，遐嘛是吧？這是咱叫做乳化機，就是講吼，喙巴擱較
嘴巴較綿安尼，哎，哪個拍呢？哎，迄個加成愛出來啦。啊，剩這台啊，伊這是叫做高壓真空細切機啊。伊即擺咧已經手，伊佇咧真空的情況下，咧伊會較大力安尼一直切，啊，伊把內底打成泥狀安尼。哦。伊這主要想要安尼做，就是講消費者咧，咱咧食的時陣，內底伊會較 Q 過，講較綿啦，較綿啊，較多資訊。對，敢若咱這獅仔頭吼，一把愛來削，愛削，愛抖。啊，到內面咧加成啊出來，愛黏黏啊。對，安尼黏黏啊，伊蛋白質鈣安尼換出來，較好。哦，伊是用真空的方式，所以切的時候袂溫度袂提起來啦。袂提起來，對。哦，我這攏是青的所在，所以塗骹攏青色的。對，塗骹青色。啊，咱的制服攏。衫攏白色的，咱工作人員攏白色的。安尼吼。這哦，設計就去辨識啦，吼。啊，若看到有人，這個粉藍哪走來，啊，這唔對安尼。對。哦，這就是青的。這就是哦，來只穿衫啦，啊，穿衫穿落哦，頭早咱就看到的，這就是哦，天美長衫啦，當時長，這樣突然間燒熱起來，這是咧吹啥？這是什麼所在？那個，那主任報告，咱這間就是咱規棟吼，這3熟食界面上重要的所在。這陰陽交界的所在啦。是，對，咱家是身軀嘛，啊，會使看咱隔壁這就是咱的真槍。哦。對。無怪我鏡頭攏無去。是，所以咱就是講產品放入去吼，啊，加改關卡，啊，伊將咱設定的溫度加時間搞了。伊當對只摕袂？袂使，伊這是單向的，咱青的放入去，啊，有另外一邊燒高邊，對，甲家己拖出來。哦，迄邊散，迄邊出去。對。所以伊這是唯一一個生熟上重要的，就是咱食啦。迄英語叫做 limbo。是。吼，我中陰界。是。陰陽交界的所在。對。啊，迄邊啊，聽講啊，佫有這記錄，這是啥物物件？迄邊？咱遮就是6台。對，咱遐是咧掠講咱這幾台的溫度，甲講用咱的設定。啊，講伊內底煮食啊，這種種都是用這6台來記錄的。啊，記錄這是要創啊？啊，上重要就是講你消費者，咱咧無消費者一定愛注重講伊這品相夠有熟啊，夠講符合咱的加工，咱的這加熱條件。哦，就是講，是敢若生產利率的共款啦。對啊，啊，有人講這生產利率以外，就是講哦，你要外銷，這攏愛規個記錄開才會使。哦，所以伊愛新確實的生產利率。對。所以電腦攏有記條。對啊，這就是人家講倒一台，即馬是啥物情形？啊，像咱邊仔這是咱的 smoking house，就是咱的煙燻機台啊。哦，對，咱煙腸啊，還是咱漢姆這個煙燻，還有迄風味。是。哦。啊，所以我們公司是用胡桃木啊，啊，胡桃木吼，伊的特色就是講伊的發煙點較低，所以伊會使互迄煙較順，安尼慢慢調出來。啊，咱食起來較袂安尼酸酸啦。啊，全台灣的酸個哈。是，所以全台灣敢若阮有在用胡桃木來做這 smoking。有誒，簡單用紅茶甲米啊，就去創安尼啊。就是講煙燻有足儕種，啊，阮公司是敢若講這胡桃木是上適合啊。哦，啊，咱頭殼甲咱透咯，溫度差幾度？你講內底溫度是吧？溫度100幾度啊啦。是。100哦，190。是啊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哦，這規個，啊，這算6組，攏做外銷的對。對，咱外銷、內銷攏是靠這啊，規個攏是同款。攏同款的。是，咱的水準攏是同款的，攏愛做。所以這就是陰陽交界，迄邊來是冷，啊，處理青，啊，這邊熟的，迄邊出去。哦，了解。我甲帶直接來試下，試過買阮的產品，安尼好無？好啊。來吃當然就愛試食啦，對不對？來帶鐵無食過，你哪會使？哦，來試看賣。阮吼就是講，咱這小吃頂頭一定愛這3項，攏一定愛。伊在上台灣的時候，食到這較有感覺，較有想到這台灣的。你動物的回饋，你對伊較好，你會反饋佇肉質頂頭。
是這是正經，因為你佇個緊張還是啥物，你一出來，你烏青啊，是講你的肉的這品質吼，緊張，會緊張啊，對，咱講迄叫做水樣肉，伊的水分會較濟，安尼。咱台灣運氣好，就是講像新加坡、香港、甲日本，攏是咱邊仔的國家，攏足近的。所以咱會使來後擺，阮目標就是講，咱來賣冷種的，真近啊，對啊，咱坐陣一禮拜就夠啊。哦，咱哦，母一大段了後，總是要來看食的嘛，是不是？对对，但是对。是。食我哪會看講，這包裝頂頭攏日文啊？是，我來甲主持人介紹一下，就是講，咱這的產品就是咱主要在外銷日本的產品。哦，這小日本，哦，難怪啊。對，阮工廠是有300-400種產品。啊，不過因為講咱外銷日本嘛，啊，日本嘛是有足濟像漢姆啊、雞冠攏有嘛，所以阮就是甲咱上強的台灣這個味要賣去日本，所以咱甲安排講像咱的台灣煙腸啊，還是講這貢丸啊、滷肉啊，還是咱排骨，咱這排骨，全攏是咱遮家己做。恁這賣台集團的。哎，對啦，賣台集團。是。哦，這個滷肉。肉色呢？肉色。對。小家很短，這日本人敢會來食？伊這是真受歡迎的。像遐留學生，像我有佇個網絡上看到有留學生在講哦，這本中秋節嘿，會使食到台灣比較歡喜。是啊，阮把這個就歡喜。啊，像講這咱肉色是用 DM 加，就是咱講的松板肉，咱來做的。所以伊韓國呢會係安尼哦。是啊。哦，這真搞本呢。是這真搞本是。啊，這若是小個日本差不多，一般咱若是講安尼一碗滷肉無，是啊超貴啊。伊這哦，甲台灣比較是真正是真貴啦。像咱這排骨啊，咱排骨，你兩塊裝安尼大概是賣1400幾円安尼日本錢安尼，所以是。啊，唔差不多450。是啊。460安尼。是。啊，加一個計稅。對。計稅已經計稅啊，是。哦。是正經是袂俗啦，不過就是講，你像我古早佇遐裡話。啊，想要食的時陣嘛是無法度，唔是講無法度，較貴。不過想要食咧台灣米粉嘛是會開始去買啦。講咱對啊，佫講完呢。對，阮吼就是講，咱這小吃店頭一定愛這3項，攏一定要帶入去。你在想台灣，想食到這較有感情，較有想到這台灣的味啊。做落來做幾套。是。賣台灣落來，甲台灣規個攏賣出去啊。是，對。哦，即係攏日本哦。啊，去的時陣攏冷凍去。對，咱攏冷凍去。啊，坐船。坐船，對。哦，這攏計鹹水的呢。是。啊，小小是袂歹啦，嘿。哦。大概攏有學落安尼。啊，這咱台灣本地攏食。有啦，咱台灣咱有。我這觀眾朋友問啊，你若是要食的哦，看落來老脆吶，台灣在地還是買有啦。這唔免煩惱，這一點有。哦，媽媽太太小姐先生吼，你若要厝內要靠咯，恁家己厝裡人啊，這台灣味就是佇遮。對。講甲咱台鐵哦，有60檔這歷史，做甲這其實你睇有看。對。這兩個做甲安尼其實是唔簡單。是。哦，那每一個產品的標準，啊個安全，食品的安全，啊制定當中每一個人安尼做。尤其這，我看你的產品300幾種，是。這個辦，這是冷凍落來分期安尼，佫袂叮當，啊佫冷凍的有影無簡單。是。佮出國得金牌。對。其他佫有其他的產品吼，但是我即馬要來問講，咱的這個屠宰場吼，因為即馬拄好較敏感。是。吼，咱屠宰場咱大家來小可了解一下，講咱的屠宰場的特色，拄好只。啟用才偌久？是，阮這是6月到拄開始。6月才開始。對是。哦，咱就好好來了解這屠宰場是安怎的先進。
我知影你這個屠宰場吼，拄好叫興樂場。是。啊，你嘛一個興字呢？是。迄是你為着你來好名，還是講你愛家己做一個這 milestone， 啊，就變做一個上先進的這個標準，安怎受這個獎？是。我直接甲主持人報告一下，就是講，其實咱台灣這個產業有97年 COVID 發生了，就講較無一個大型的一個進步啊。啊，因為阮公司58年前，迄陣嘛是頭一間外銷日本的工廠嘛，啊嘛是頭一間摕到 CAS 認證的工廠，啊嘛是頭一間摕到這動物福利、人道屠宰這些認證的一個公司啊。所以，阮即馬就在想講，要來起一個新的工廠，安尼要做就做啊上好。對，所以阮家佇個3年前開始計劃講要做這個工廠。啊，這個工廠伊上大的特色就是講，伊規套是由荷蘭遐進的，規廠伊規個線攏是由荷蘭遐進來。啊，伊是由咱底條阮家己起，啊起了禮拜日底的時陣，伊的這電極放血，這規個攏是自動化。機器人去處理，攏機器。阮村內底村破刀啊，還是講要取內臟，這規個攏是用機器手臂在做啊。所以即馬會使講是亞洲上先進的一間屠宰場。哇！所以這動物福利就愛甲顧掉。對。啊，而且這機器這手，對，愛處理，對，啊個超正，對，啊生活創個混混去安尼。我簡單講就是，傳統的做法是攏用人工在送，還是講要變啊，要啥攏愛人工去做嘛。啊。不過你人工摸較多，你的污染就會較多。啊，咱這規用自動的，就是講，像你的機械手臂，咱在切咱刀啊入去的時陣，伊另外一支刀，伊佇個後壁底下在消毒、在滅菌。哦。所以伊打刀入去攏是上清氣的狀態。哦，這個人就是這生產流水線厲害的所在啦。對，啊，甲過來就是講，咱雖然講是在台地殺生的啊，不過阮佇個動物福利這地村，阮的迄底條遐吼。阮內底的動線是一拿會使放100幾隻豬，啊，因是會使佇個內底舒適的行，袂講卡安尼。袂安尼，袂講錢安尼啦。是，啊，村內底吼，伊袂有迄個角，所以豬咧行唔驚講有弄着傷安尼啊。哦，袂去氣頭損角安尼。是，啊，像阮的因豬在行的時陣，喙焦嘛，阮邊仔都用迄電解水互伊啉安尼。所以伊佇個上尾要轉去的時陣，伊是會使佇一個就舒適、就安詳的。這天堂路咧。是，對啦，會使就是講是天堂路啦，嘿。哇！不過講實在，這是講吼，你動物的回饋啊，你對伊較好，你會反饋佇個肉質頂頭。是這是正經，因為你佇個競爭還是啥物？你一出來，你烏青啊，是講你的肉的這品質吼。緊張啊，對。咱講迄叫做水樣肉，伊的水分會較濟，安尼。哦，所以這不是本冊公布有記載啊，這是科學有記載。對，這是一個，阮是剛剛講是善的循環啦。哦，所以這整個廠，這會使講是咱台地界這大積電呢。謝謝。以這個目標啦，啊，所以規個廠真正人入去超幾個人？阮人嘛是愛用足多啦，毋是講像我簡單安尼講話。阮古早吼一條線，啊做一工差不多會使做700幾隻豬，啊差不多愛20個。啊，阮即馬人嘛是20個，毋過阮一工會使做2500幾隻到3000隻。對，所以其實人是有變少啦，產了過體開是。對，所以後擺阮遮的量會比古早差不多差4倍、3倍、4倍是。是，但是這哦，嘛愛，唔那是講有錢，敢投資爾，愛有這個心，才會感覺講我來投入，啊有這個意義佇咧。是，對。有錢的人足濟，有資本的人足濟，但是關於投資這個產業哦，但是我不禁來問你哦，其實咱台電哦，這今年拄好到病濟。是。哦，啊我就知影講恁阿公。是。吼。
咱也知影講，恁阿公過去吼，對着台灣的貢獻安怎？你敢讀這科？我唔是，對，我大學在日本留學，我是讀算講是經營啦，不過講正經攏是倒來台灣甲學到這個專業知識的。你擺講日本讀的是經營的專業，是，但是真正接觸這個安怎飼豬、安怎刣豬、安怎這個豬的這個加工品，來這學。對，是。對，其實我嘛定在甲同學安尼講啦，就是講因攏是專家，因攏逐工在幫，因攏專家，所以對我來講攏愛甲因學安尼。所以你這是高級實習生啊？哦，是。哎呀，你接偌久啊？我嘛才10幾年啊啦，有。哇，你唔拿，你出師啊啦？無，皮毛爾。你感覺你頭一擺進入這，你上衝擊的是啥物代志？上衝擊的哦。上衝擊的代志，還是上袂適應的，還是講感覺講袂使，我這一定，但是我要來安怎做，是講，哎呦，原來是安尼哦。其實較無人，我會使講的，就是講運氣誠好啦，阮攏公司攏拄着好人安尼啦，所以佇個安尼，甲因邊學邊經營安尼，安尼成長，所以嘛是感覺講，公司有。我感覺是講人吼，咱公司內底一定要有好的人，公司才會成長。阮運氣上好的就是講，攏拄到這好的人，好的人才。對，所以阮甲敢講做一寡大筆的投資安尼。是，阮嘛袂驚講競爭啦，為阮相信講，阮遮的人是袂輸別人的。是。哦，所以人才要哪流用，互伊發揮。是。你才有投資，變做一個善的循環，正面循環。對，是。這嘛是一種經營學啊。是。所以我會使講我運氣袂歹啊。無啊，你欠伊啊啦。無。但是整個產業，你認為咱台灣這種豬肉加工品，甲咱日本，因為咱這擺大部分的這個出口的所在攏是日本。對。你認為還佫有成長的空間嗎？以即馬來講，就是講新加坡、香港、日本，這加工品是較有出去的嘛。起碼是看來應該是後擺是機會誠大啦。坦白講，台灣的豬價是算貴，甲美國、美歐就比起來。飼養的成本啊，是飼養成本較貴，台灣嘛較細嘛，所以較細飼的量嘛無講別人安尼濟啊，對。像講古早咧外銷的時陣。台灣有1200幾萬隻的豬，像今年可能甲500萬隻，就是說安尼爾，所以差誠多嘛。所以你這豬價是甲古早已經是攏袂比。不過咱台灣運氣好，就是講像新加坡、香港、甲日本，攏是咱邊仔的國家攏足近的，所以咱會使來後擺，阮目標就是講，咱來賣冷種的。賣做兩種誒，對，咱賣真均啦，對啊，咱坐陣一禮拜就夠啊，所以咱賣後擺想講賣來做這冷凍誒。因若較遠誒國家，這陣可能一個月就開去啊。是啊，像日本伊即馬還佫有在種這烏米糕遐，種這冷藏的肉禮拜，伊誒賞味期是2個月。不過你坐陣可能都要3、4禮拜啊，對。還佫過關，你佫愛過關，對，你佫愛處理，你佫愛送件。出來可能全部2禮拜才通賣，對。後擺咱就是講1禮拜坐陣就夠，你會使慢慢賣，佫新鮮安尼，這都是競爭力。是啊，這都是咱的優勢。兩種吧。對，佫台灣伊是小市場嘛，所以也量甲這國際上比較無算多。這是咱的劣勢，不過嘛是咱的優勢。怎講？因為咱佇個這小小的市場，大家人在競爭之下，阮已經有，會使做服務，會使做的就，這個服務會使做的比這大個做的更加好啊。這嘛是這個台積電 Foundry 的概念嘛？是。哦，個客製化。對。真正多元。對。對。一個長衫。對。就當後豬腸的，後羊腸的，後同款的，無同款的配方，是出足儕產品。對，像規格嘛好嘛，你客戶伊想要啥物樣規，我會使甲伊處理。無像
外國安尼攏大量生產，伊可能規個攏是機械都安尼切落來，啊，阮會使順迄個邊安尼順，咱這品質是一定愛顧的嘛。所以，阮佇咧起這工廠的時陣，就是講燒肉、青肉規愛分開，人肉愛分開，內底貨攏愛分開，原物料這攏無啦。所以，因日本人來茶廠上去，早起8點半，茶暗時10點半甲茶了，啊，嘛是一次 OK 安尼啦。啊，就是講，因為阮即擺咧外銷日本，阮是主打講這台灣味，像這貢丸啊、煙腸啊、排骨啊、這滷肉飯即塊較台灣味。啊，日本人因愛食即塊較甜甜鹹鹹的味啊，啊，甲有誒就是講這，咱有放一寡咱中藥誒這成分，啊，這佇日本較無即個風味安尼啦。啊，像阮咧攏咧送誒，有一個較大就是貢丸，因為日本伊誒食物內底伊無一個物件是安尼脆脆 Q Q 誒物件，所以阮這貢丸佇日本嘛是銷誒誠好安尼。日本人嘛知咱台灣煙腸誒風味這是攏足好誒嘛，啊，所以因嘛講。台灣這煙腸，咱用低糖去做，所以伊食開啊，嘛是較 juicy 安尼一煞。啊，像講，為日本人因的肉攏是食鹹的，因食台灣這有甜味，佮有香味，因嘛食愛安尼。咱古早咱有咧外銷豬肉去日本嘛，所以其實日本人對於咱台灣的豬肉嘛是，啊，佮有迄個記憶在嘛。講到台灣，嘛知講台灣的豬肉是好食的。所以日本人咧，阮咧賣物件時，攏有講希望是用台灣的豬肉來做這加工品，加賣互因，因會較愛這樣。啊，未來咱就是用這冷凍的肉，啊，因為咱較近，啊，咱的服務嘛比這烏比這大廠較油啦，所以咱會使做因賣這個規格互因。啊，像伊想要做車手啊，是想要做因日本。遐個食品，想會使先甲伊做一個處理，啊，甲互因安尼。是啊，我感覺這是咱的競爭力上重要的一個所在。台灣的豬肉其實它以高品質，而且是一個安全、美味的一個農產品。那我們都希望說，借由這次的一個推介的排骨便當，能夠讓日本消費者能夠感受到滿滿的幸福感。過去多年來，其實台灣致力於將我們優質的農產品推廣到日本的消費者中。那除了鳳梨，那還有非常多的這些豬肉相關的一個加工品。那我也希望說，大家能夠借由享受我們台灣美味的豬肉加工品，包括排骨便當，包括我們的香腸，還有我們的貢丸。那希望透過飲食的一個交流，讓我們台日雙方的友誼能夠更堅強。我相信董事長你也行過真濟國家，看人伊的加工，看伊，你認為咱目前咱台鐵，咱的 benchmark， 咱的目標是要對準市場咱所知啊，咱已經知啊，咱的目標是什麼標準？還是講咱已經夠大，已經甲世界級的這個標準已經同款啦？還是講會當更加前進？未來願景是啥？是感覺講，咱外銷，如果講外銷這塊啦，也是進步空間佫足多，因為這甲拄拄開始爾。哦。對啊，不過上大問題就是講，咱的波動袂使傷懸，無你這有當時啊。波動。咱成本的波動啦，嘿，所以講你講豬價啊，這個的波動袂使傷大。無得咱在外銷的時陣，你這人客競爭來你可能講好的，啊，你過一個月、兩個月都過變啊，這是咱較困難的所在啦。是因為咱的量較少嘛，所以嘛是希望講後擺咱要外銷要做這國際市場的時陣，咱賣着量穩定就好，咱唔免講要足濟量，要賣足濟，這唔免。咱甲咱的品質夠好就好。品質啊，成本會當落掉的。是。啊，才有迄個 margin 佇的。對，是。哦，這就是咱會當生存啊，也永續。對。啊，刷落就是咱。關於着這動物的福利啦，啊社會企業的責任啦，是哦。但是你感覺對着咱台灣本土，咱台鐵對台灣本土的意義是啥物？尤其恁這是，台灣第一槍，58檔啊，是。佮行落去，你認為愛行去到什麼目標？還是講無？我就要做100年？
去放互阮孫啊，還是講專業經理人，當大家做好做大安尼。我是感覺講，阮一定是有百年企業為目標啦。你即馬58年啊嘛，甲42年應該會使啊，所以愛努力做這代志對。你還佫少年。無啊，所以阮講這規個這產業也好，還是講這消費者咱習性攏在變嘛，甲古早比起來，啊，一定愛對着講，不管是品質也好，還是講使用者端，你人客買登去免怎處理較好，還是講較方便，這攏是咱後擺一直去變的所在。哦，所以我睇看恁真濟產品攏是迄個即時的，是哦即食的，對，哦馬上燒水泡一下，啊就當食的，對，迄產品來就多元化。是，哦，所以安尼聽起來，也有 to B 的，也有 to C 的。是。啊，即馬咱目前為止，咱 to B 甲 to C 的這比例是偌濟？阮差不多 to B 是7成，嘿，7成、6成、7成安尼。哦，啊 to C 是3成，3、4成安尼，對。但是我看恁真濟好的產品，敢做電商安尼啊，你袂感覺可惜嗎？毋過剩可惜，我是感覺講是時的問題啊，就是講可能你即馬即個產品無法度去做 to C， 毋過過幾年你人客的消費習性變，還是講突然啥物物件開始接受，有在接受講這對身體較好，還是講較無負擔，即個時陣也會慢慢變。像古早有在說，就是講煙腸啊，無放亞硝酸鈉鹽。啊，這一定愛行冷凍的，以法規來規定就是安尼嘛。啊，古早就是講有殺，毋過攏殺袂定。毋過最近阮一支同款的物件，無放亞硝酸鈉鹽，啊，佇個冷凍的賣。啊，即馬國民意識攏抬頭嘛，賣啊誠好呢。哦。所以這變化阮是敢若是攏有的啦，而且，咱即馬大家人在看這食品安全嘛，是愈來愈嚴格，啊，大家人嘛愈來愈小心嘛呢。哦，這嘛是生意的美感的吼。是啊，這攏是門檻啦，這攏是愛進步才會使。哦，啊，這有當愛酒，是，愛先苦落來，是，啊，等時機跳起來。是。這生意學袂完啊。上後尾一個問題，我甲你請教。是。對恁阿公，是，到恁老爸，是，啊變做安尼，是，啊你接受，是，你心內的感覺是講，哦，這唔通哦。阿公留落來物件，啊，好好甲斟酌，啊，甲這個扛棒唔通吼，甲創我歹，你的心情是啥物？是，啊，壓力一定有啦。不過就是講，阮講公司有能力做，都該做好安尼啊。所以嘛，唔驚競爭啦，是啊。唔驚競爭。唔驚競爭。啊，對你個人來講，你人生的意義講好，我既然做這，啊，在我的手頭，佫會一變二，二變四，四變八，安尼會擴大，是講咱行一條較穩定、精緻的路線。穩定較好啦，是。我較保守，是。穩定較好，但是吼，其實吼，伊嘛是咧創新啊，變化。對啊，條條阮敢條條來，啊慢慢行咧。穩定中啊，求創新啊。是。今仔要大開眼界。咱咧講世界萬行界，攏佇咱台灣新眼界。現在真感謝董事長，我來看講哦，原來獬苴，還是講一個冷凍的食品，還是加工的食品，是愛咱做甲遮有意義的吼，才有通出國比賽。對，感謝，謝謝。